成班垃圾。唔好俾佢哋走啦啊！瑪利亞，求下你啊，夏特，為咗我，瑪利亞，為咗所有人喺嗰個星球裏面。Adios，音速小子夏特。我仲記得我應承咗佢啲乜嘢，為咗呢一個星球啲人，我應承你，我會報仇。啲卡拉斯六寶石喺個宇宙殖民星裏面，我一定要知道上邊發生咩事。新聞報導，有人打劫一間銀行，但係個唯一一樣嘢俾人偷咗就係一粒卡拉斯綠寶石。粒卡拉斯綠寶石，人哋講個賊仔係全世界最出名嘅超音鼠索尼克，個賊仔仲喺度跑嚟跑去攻擊聯邦政府機械人。新聞報導嗰個好明顯係夏特。